自從香港喺2020年嘅時候再一次爆發移民潮之後咧，就令到勞動嘅人口大大減少。咁你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咁當時香港政府曾經一度大力推行搶人才計劃，咁試圖吸引一大班中國專才嚟到香港呢一度發展，同埋補充香港嘅勞動力。咁但係直到最近，咁就發現咗一件好驚人嘅事，就係哇頂呢個肺啊！原來依家香港啊係連基層嘅勞工都從中國嗰度輸入嚟啊！喂，大佬你真係〜都唔係淨係今日人才啫咩？喂，即係你唔好真播唔得到啊！咁你最離譜嘅就話，依家香港政府啊，仲要係已經偷偷地咁樣放寬咗輸入外勞嘅標準，有成26個嘅基層工作都開放埋俾班齋人民申請啊！最黐線嘅就話，呢一個計劃啊係不設配額上限，亦即係話只要本地嘅僱主能夠證明到佢喺香港好難請到人嘅話，就可以申請。到底香港輸入外勞嘅情況係有幾咁誇張啊？嗱，唔係講笑㗎，我睇完數據之後啊，就真係嚇咗我一跳。咁根據香港勞權監察嘅外勞政策報告書裏邊指出，2012至2022年度啊獲批輸入外勞嘅人數平均每年先得個3100人左右，之但係去到近年啊，短短1年半嘅時間，香港就已經係有多達71000個嘅中國外勞輸入嚟香港啊！係啊，你冇聽錯啊，係71000個啊，比以往香港每一年平均嘅數係多成23倍，係23倍啊！你話幾誇張先得㗎？咁而你唔好忘記一個數字裏邊大部分啊就只係中國嘅基層勞工，咁如果你計埋幾年前嘅嗰個搶人才計劃，即係嗰一班中國專才嘅話咧，分分鐘啊係差唔多成30萬位中國人嚟到香港一度打工揾食啊！咁正因為香港大量輸入中國外勞一個嘅情況啊，其實近一年我睇翻網上面嘅報道，都已經係陸續見到有唔少嘅問題，當中就包括第一就係香港嘅失業率上升，喺2025年嘅時候啊，其實香港嘅失業率就已經係略略上升到去3.4%，第二就係有越來越多本地嘅勞工俾外勞取代，有52.5%，超過一半嘅餐飲業從業員啊喺農曆新年之後就被解僱，但係同時啊，餐飲業出現外勞嘅比例就由24% 激增到去72%，咁所以根據上述報道同埋數據啊，你都可以發現依家係有越來越多中國外勞開始係取替緊本地即係香港嘅勞工，從而令到香港嘅勞工失業啊。最後第三個問題就係本地勞工嘅薪酬不斷被壓低，咁根據報道指出，有建築業紮鐵工人就表示，佢嘅日薪由以往2900蚊被壓到依家得翻2100蚊咋。香港嘅經濟咁低迷，再加上如果你唔係有啲專業嘅技能、不可取替嘅技能，又或者你已經成家立室嘅話咧，基本上絕大部分嘅香港人都係會選擇減薪。咁呢一個正正就我剛才所預測，往後香港嘅失業率都唔會話大幅上升。咁就係因為啊，有好多嘅香港人寧願會選擇減薪、凍薪、扣獎金嚟到去同一班家人們惡性競爭。